今日嚟到中旅彩虹，同大家介紹下我後邊呢個屋苑，23萬平方米咁大嘅，分4期開發。咁呢個咧就係第二期。而家我哋面前呢個花園咧，嗰個成個綠化面積咧，大概有40%左右。咁佢成個小區咧就採用嗰種圍合式嘅佈局，所以咧嗰個空氣咧響中間嗰度流通咧係非常之通爽嘅。最大嘅樓間距咧可以去到70米，可以睇睇我哋啲花草樹木咧都係保養得非常之唔錯。我哋呢個小區嗰個車位咧係非常之充足嘅，可以做到1:1.5。一般嘅屋苑咧只係1:1左右嘅啫，所以嚟講咧佢停車係非常之方便。另外喺生活配套方面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唔錯。我哋所熟悉嘅麥當勞啊、肯德基啊、披薩克啊、大家樂啊，就響小區嘅隔離左近幾十米就可以行到噶啦。響小區屋苑個旁邊咧有一個比較大型嘅超市，喜客多超市。平時我哋去菜市場所要買嘅嘢咧，基本上都可以響喜客多嗰度可以買到肉啊、魚啊、菜啊各方面啊都係會有嘅。大家會發覺我哋行響嗰個小區嘅花園當中咧，真係好似去咗公園咁樣。咁另外咧，小區嗰個附近咧，亦都有個公園，咁佢就係彩虹綠洲公園啦。如果我哋行過去咧，大概就10分鐘路程，開車嘅話咧2分鐘就可以到噶啦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呢個小區咧有唔少嘅香港業主喺度，佢小區個門口咧就係有嗰個永東嘅巴士喺度，所以你如果想翻香港咧，就行出小區門口就可以坐車啦嚇。呢個小區所對應嘅學校咧就係西區中心小學，成個西區嚟講咧可以講得數一數二嘅學校啦。距離我哋嘅小區咧步行過去10分鐘，如果你開車過去咧2分鐘就可以到噶啦。咁基本上可以實現目送式上學。附近咧有比較出名嘅麥德龍，專門賣運動用品嘅迪卡龍，都係響小區嘅附近。咁開車過去咧都係幾分鐘嘅路程咁樣嘅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小區對面嘅第2個超市啊，佢旁邊係有個超市嘅，叫喜客多。另外呢個咧叫做樂買特超市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型嘅超市。響佢旁邊咧又係大名鼎鼎嘅龍泉喜宴。咁平時你嚟飲茶好啊，食飯又好啊，小區對面就係啦。嗱，呢度係我哋小區嘅大門口啊，有間食鴿嘅專門店，叫做福盈鴿。咁你平時招待啲朋友嚟食石岐乳鴿嘅話，就喺小區對面就可以有餐廳專門食鴿嘅。咁另外交通區位咧亦都好便利，有2條主幹道咧就喺我哋小區附近，200米左右就可以去到105國道。通過105國道咧，我哋可以去到石岐嘅市中心，亦都可以上高速或者去小欖方向咁樣。咁另外一條咧就係嗰個北外環啦。咁都係幾百米就可以去到北外環。咁透過北外環咧，咁我哋就可以上高速或者去深中通道嗰邊。咁我哋呢度過去深中通道咧，亦都係非常之近嘅，大概係20分鐘左右嘅車程就可以去到啦。咁呢個小區嘅附近咧，三甲醫院、中醫院咧就喺我哋小區嘅對面。咁平時有咩頭暈身㷫啊，睇醫生啊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響我哋小區自帶嘅呢個商業體裏邊咧，亦都有一個電影院。咁平時你中意睇電影嘅，行2步就可以去到啦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小區嗰個室外嗰個游泳池。咁中意游水嘅朋友咧，咁你亦都可以響呢度游水。秋冬嘅時候，如果天氣比較涼嘅話，你亦都中意游水嘅話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去到嗰個彩虹會健身會所入邊，入邊咧有恆溫嘅泳池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彩虹會健身會所嗰個地下停車場嗰個入口啦。咁平時我哋響個車庫嗰度咧，就可以直接去到嗰個健身會所嗰度。呢個就係小區附屬嘅籃球場啦。如果你中意打籃球嘅話，亦都可以嚟到呢度一展身手。咁中旅彩虹咧，佢係香港麗新集團開發嘅，咁採用嘅亦都係港式嘅管理。我哋目前呢個單位咧，全新裝修嘅，107方，3房2衛，佢就陽台就朝南嘅。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嗰用料咧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其實嗱，呢個飯廳旁邊咧，嗰餐邊櫃咧就放喺呢度，可以放啲酒啊，放啲即係平時收納下咁樣。
我哋呢個房咧就3房2衛嘅，有2個衛生間。其實每一個空間咧都非常之唔錯，幾大下嘅。嗱，有個大嘅飄窗嗰度，最主要佢下邊咧就係可以睇到成個園景嗰個中心。因為佢個採光面夠啊，個主人房咧就好光猛啊。咁啊，另外咧，最主要有好多香港業主嘅，佢門口嗰度咧就係有嗰個香港嗰個巴士嗰個上落站點喺度啊，所以你翻香港咧亦都係好方便嘅。咁我哋面前呢個咁嘅小區咧，可以睇到佢係採用嗰個圍合式嘅佈局嘅，所以嚟講咧，嗰啲風咧可以喺中間嗰個無遮無擋咁樣穿過。而家我哋呢個園林綠化咧，可以去到40%嘅園林綠化，所以成個感覺係好似生活喺個花園裏邊。2.1嘅容積率，喺大型屋苑入邊咧係屬於非常之少見嘅。近期比較 hit 嘅呢個山姆咧，開車大概10分鐘唔使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同大家總結一下啦，我哋呢個房107個方，朝南嘅陽台，3房2衛喺度，全新嘅裝修。如果你近期有呢方面嘅需求，仲有一樣嘢，我哋呢個係中間嘅樓層，可以講係黃金嘅樓層嚟嘅。有興趣嘅聯繫我，帶你睇樓。